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周歲歲，睇片前記得訂閱我哋啊！好多人都同我講我想開箱嘅 Panda Box 喎，而家就開箱俾你睇，我哋一齊嚟睇下個 Panda Box 後邊有啲咩咯喎。首先插咗條 HDMI 線，跟住吉埋個火牛線落去，咁就着到機噶咯喎，非常之咁簡單。一開咗之後咧，會睇到個界面，幾格嘅咋，勁簡單。左手邊就係熊貓，最右手邊就係 Play Store。係啊，已經係國際版。一陣間慢慢話俾大家聽，其實呢部機仲有啲乜嘢玩？一攞上手，第一件事連咗個 WiFi 先，連咗個 WiFi，我就同大家講下個界面咯喎。睇到個界面咧係冇任何嘢嘈㗎。點解我哋冇任何嘢嘈？因為老闆講到明啊，3年不需要任何自己裝任何 app，唔需要㗎，3年自動更新。下邊有一個好得意嘅功能鍵，我哋撳咗落去咯喎。呢一個啊就係投屏啊，Android 投屏又得，iPhone 投屏又得㗎喎。投屏有咩好玩啊？你部電話想睇啲乜嘢，即刻喺電視度出咯，好簡單㗎，就撳個掣就搞掂啦。好啦，嚟緊以下咧就播呢個熊貓 TV 嘅電視畫面咯喎，因為大家都知道啦。版權關係，想知道來龍去脈，有碼冇碼，全部嘅 IG 揾我，所有嘢會講晒俾你哋聽㗎。而家咧就唔方便㗎，喺播上嚟唔得㗎嘛，你唔想聽日見我唔到㗎係嘛？係咪？有乜嘢慢慢傾。不如今條片同大家分析下幾樣嘢。第一樣嘢。先講咗呢個電視盒嘅功能性先嚇，你聽我講。咁然後咧，下一 part 我就會話俾大家聽，究竟華強北嘅盒啦、香港嘅盒同埋台灣嘅盒其實有啲乜嘢分別？其實3個唔同地區咧，其實我都有試過嘅已經。咁當中梗係有分別啦，係咪？一陣間慢慢同你傾。第一件事先同大家講咗嘅就係呢一個 Panda Box 有啲咩睇。最主要嘅，大家關心個盒仔係睇到嘅嘢就係你哋想睇嗰啲足球、籃球啊、廣東話啊嗰啲，完全冇問題㗎啦。喂，講多樣嘢喎，個回放先厲害喎，回放有廣東話、足球回放㗎，嗱，同埋賽馬都非常之緊要。呢幾個台咧都有回放嘅，所以大家唔想錯過任何一場足球嘅賽事咧，回放咧就非常之啱咧。咁直播有啲咩睇？直播其實就乜都有得睇㗎啦，你哋都知，基本上大同小異。但係話俾大家聽，我咧就睇咗都個幾月㗎啦，沒有一次睇不到啊，沒有一次看不到。你唔離開先？OK 嘅，咁你580蚊用3年，580蚊用3年，我而家暫時用咗1個月，即係仲有好長時間啦，就沒有一天用唔到嘅啊！呢個亦都要話俾大家聽。咁咧，去到點播啦，嗱點播嗰方面咧，聽到有觀眾反映㗎，有啲戲唔係話好新啊，好似有啲舊喎，但係放心，老闆咧已經有另外一個更新嘅 app 㗎啦，嗱，熊貓 Panda Pods 咧，俾少少時間佢，等佢更新得更加快嘅時間，你可以睇住其他 app 先，有其他 app 㗎，另外個 app。都係更新得非常之咁快㗎，即日都有啊，放心。即是話，老闆知道觀眾嘅反應啦，會有一個 app 係睇住嘅，同步睇咯。Panda Box 有嘅，咁你咪睇 Panda Box 咯。Panda Box 暫時未有，等緊更新嘅情況下，你睇住另外嗰個 app 先咯，一樣㗎啫嘛，係咪？放心，老闆已經落力更新緊，3年裏邊俾多少少時間佢更新得更加完善，咁你都係用咗個零月啫，有少少咁多多嘅瑕疵，接受啊係嘛？爭少少時間啫。好啦，跟住落嚟咧，我就會講下究竟三地啊，香港、深圳、國內啦吓，同埋台灣，究竟3個版本嘅盒仔其實有啲咩分別？咁我從咩途徑收集咗啲資料啦？咁我自己咧，其實有買某一啲嘅牌子啦，咁一定唔係試得好多。咁亦都有觀眾同我反映嘅，咁我就綜合咗以上嘅答案啦，然後就再分析話俾大家聽嘅。
好啦，咁我先講大家最關心嘅香港先啦。深圳你哋熟過我啦，係咪？我講香港，其實好多人都作出比較㗎。我究竟喺香港買即係鴨記啊，我究竟喺香港鴨記買啊，定係我應該返內地華強北買咧？嗱，呢個好多人都會問㗎。咁我咧都係買咗兩個香港大品牌嘅一個盒仔啦，就翻嚟睇。其實睇嘅嘢咧，係好多嘅，但係咧佢哋冇承諾話咩3年啊，幾多年呢啲香港唔玩呢啲一啲嘅。香港咧就玩個盒一年保養，然後就包你永久睇，類似咁嘅意思啦嚇。因為我有一個其實就係都買咗一年，但係睇咗好耐，但係咧反而去到第二年咧就開始成日都撈唔到啦。呢個係我自己試咗出嚟嘅效果，亦都有觀眾反映咧，係呢個盒啊過咗一年之後就會有機會睇唔到啦。咁呢度就好多人都會有咁嘅反應，同埋呢一盒子咧好多時候咧去唔到其他地方㗎喎，即係香港買嘅盒子就香港睇啦，就唔可以話香港我攞去台灣啊、攞去外國啊、攞去日本睇咧，就有機會睇唔到嘅。我自己係試過嚇，我唔知其他牌子係咪咁，我嗰個牌子就係咁啦，都好大嘅嚇。咁好啦，另外一樣嘢就係喺國內買啦，國內買咧，哇，百花齊放嘅華強北你都知道啦。最新而家呢個 Panda Box 話俾大家聽，3年580蚊，3年。呢度係作出一啲嘅承諾咧，其實係真係相對係較好嘅。喂，3年之後先算啦，好話唔好聽，你580蚊用一年你都抵啦，乜都有得睇，係咪先？即係我覺得喺呢方面係可以考慮啦。咁亦都華強北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牌子啊，即係我自己就建議唔好再買野草嗰啲啦，因為野草嗰啲真係比較落後，同埋野草啲 link 咧，唔知大家知唔知係公開㗎喎。唔係淨係得你有㗎，其實通街都一樣。咁通街一樣嘅嘢冇用啦，人人都有嘅嘢，咁唔使俾你啦，你自己上網 download 都得啦，係咪先？咁咧，好啦，去到台灣咧，我都想再講多少少。台灣我都有用過一啲嘅盒子㗎，好出名。其實我諗大家都知啦，台灣其實得幾個大品牌做盒仔嘅啫。咁咧得意㗎，佢係有好多嘅台。但係唯獨是咧，大家想睇嘅廣東話英超咧，佢係冇㗎喎。但係佢有其他嘅英文足球台，但係唯獨是你要 only，我話喂，我一定要廣東話英超啊嚇，即係現在台嗰啲咧，台灣咧係冇嘅。但係台灣有啲咩咧？又得意喎，佢會有遊戲機嘅喎，有 game 嘅喎，同埋有卡拉 OK 嘅喎。佢會成個 package 咧係好多元化嘅。即係除咗你睇電視之外啦，佢會有啲mini game 啊，係俾你玩埋喎，同埋有唱機喎，同埋喺嗰個 AV 嗰方面啊，即係學日文嗰方面咧，佢係做得比較優勝㗎，界面啊各樣，同埋分類都比較優勝。我哋可以咁樣理解嘅，香港買嘅盒仔啦，就係可以買咗，咁你用一年，但係咧就之後任你用啦，但係個盒咧係保養一年嘅啫。咁之後嘅嘢，咁你自己諗啦，係咪？咁好啦，國內嘅盒仔，嗱國內嘅盒仔咧就百花齊放嘅，好似我今日介紹嘅580蚊3年，你哋亦都係可以考慮啦。喺國內選擇盒子方面咧，第一你一定要揀一間信譽好嘅，一定要選擇，即係唔好個個月都有新一代，喂話俾你聽，今日新，聽日新，下個禮拜又有新，咁你搞唔掂喎，大佬係咪先？個個月都話新一代，咁我之前買咗嗰啲點搞啊？你個個月都話快嘅，首先老闆承諾。呢個真係用3年嘅，呢個係一定承諾。3年之後先至會叫你換啦。咁你3年喎，唔係3個月喎，一定要聽得非常之清楚。580蚊3年嘅承諾，不需要換機啊！嗱，我講得好清楚，再聽多次啊，可以。咁咧好啦，台灣嗰啲咧其實係買佢嗰個多元化嘅，即係如果你話哇，我中意啲好多元化嘅噃，咁可以咧就買呢一啲試下。其實都好多嘢睇到㗎，但係就話定俾你哋聽，唔係咁啱香港人睇啊！即係我自己覺得就真係唔係好啱，係真係好啱台灣人睇咯。佢個台灣電視台亦都非常之咁多咯。香港可能我哋成日都睇現在啊，睇三色啊等等等等啦。嗱咁如果去到點播嗰方面咧，其實包括香港
國內甚至乎台灣嘅嘢其實都係差唔多，又唔會可能有一啲嘅品牌係特別快少少嘅，但係其實亦都係相輔相成嘅。你點播好啲，直播咪差少少咯；直播好啲，點播咪差少少咯。即係呢一度係可以去比較一下，但係大前提，選擇任何嘅盒仔都係第一承諾，承諾係非常之咁緊要，係可以睇到幾耐，呢個係非常之緊要。即係你唔好同我講嘅牌子啦嚇，即係可能而家改善咗，我唔知啊，戴翻個頭盔先啦嚇，一定要睇清楚。即係你唔好話俾我聽，我買完翻去個盒啊一年睇就永久，咁即係點啊？即係你包我睇10年係咪？一係你話俾我聽係，咁我咪買咯。如果你話唔係，即係你淨係同我講就，哇！我買個盒啊一年保養嘅啫，啊任你睇睇一世，但個盒壞咗睇唔到喎。喂，咁我點知你個盒會唔會第2年就壞啊？係咪？即係或者過咗一年嘅第5日就壞機咁，我點啊？咁呢啲真係一定要諗辦法啦嚇。好啦，第二樣嘢就係好似國內嘅盒子啦，揾啲有承諾嘅咯，揾啲有承諾真係承諾3年咁樣，你喂咁你都要睇翻價錢啦。香港唔平㗎，話俾你聽，4位數㗎，香港全部4位數㗎嚇，自己篤一篤手指嚇，計一計條數，睇下可以睇到幾耐，自己付出嘅 offer。例如我俾咗4位數，喂，我用1年365日，究竟着唔着數？着數嘅你咪買咯。好啦，喺國內品牌，你話喂，我付出咗580蚊，我睇到365日，我着唔着數？你咪計下手指咯，係咪？好簡單啫嘛，呢個。好啦，台灣嘅品牌啊，台灣嘅品牌，咁你娛樂都係要加翻啲錢落去㗎嘛，係咪先？咁你有 offer，喂，有其他卡拉 OK 啊，有 mini game 啊，你全部呢啲要計翻晒錢落去㗎喎。係咪？咁你覺得睇唔睇到咁耐，俾咗呢個價錢值唔值得？都係計下手指咪得咯。咁你就可以作出一啲嘅選擇啦。呢一個 Panda Box 咧，我可以話俾大家聽，試咗好多個機頂盒咧，基本上天馬你真係唔使諗啊，一定要裝翻電視嘅系統。而唯獨是呢部可以喎，好厲害喎！嗱，你睇到啦，我裝咗天馬同埋 PSP 落去㗎。想玩天馬喺個機頂盒上面嘅，都係 IG 揾我啦。另外嘅係我自己裝嘅，唔關個盒事嘅，自己裝啲遊戲啊上去嗰啲嘢嘅。但係你就梗係預個效能，梗係冇咁勁啦。呢一個只係好普通嘅機頂盒，係我嚟睇直播啊點播嘅。不過我覺得加埋咧天馬落去，咁先係最好玩。咁樣咁樣就記好㗎啦。咁樣就記好咯，記好之後就開掣呢個呢一個掣咧就係做一個開關掣啦。咁我哋而家開機啦喎，而家開機啦，試一試。咁佢會自動係感應咗㗎啦，已經。佢會自動計算個重量嘅。嗱，已經自動計算咗重量啦，咁可以用㗎咯喎。駁翻個藍牙就可以顯示到呢個 Gimbal 嘅電量啦，仲有88%。好，而家咧你見得到係打直嘅，咁又撳呢個掣咧，呢度咁就可以打橫㗎啦，好定㗎。好，後邊呢度咧就有個開始拍攝嘅掣喎，一撳咁佢就會開始拍攝㗎啦，嚟咯喎，開始撳，大家影相，好啦，開始拍攝咯喎，撳就係而家開始錄影啦，後邊有個掣，跟一撳就會停啦，就係呢個，又好自然地做到個 pan 鏡啊！人手咁做咧係極高嘅難度。嗱，而家係拍攝緊㗎，一陣間咧就會放翻條片出嚟俾大家睇㗎啦。好啦，嗱咁一般咧就會咁樣揸住就已經行㗎啦。咁基本上咧都係穩定器啦，電話穩定器咧，我諗大家都清楚啊。但係佢一個最厲害嘅功能咧，可以自動跟拍㗎喎，即刻試埋俾大家睇啊！唔需要裝任何 app 㗎嗱，就係呢粒嘢啦。只要將呢粒嘢拍咗喺個機個底，咁自拍就可以會跟蹤㗎咯喎。咁就已經俾緊電㗎咯喎，而家同埋咧，
佢可以有燈㗎，夜晚嘅時間咧自拍。咁呢度咧就開機。嗰個穩定器嚟㗎，好勁啊！呢個有320蚊咋？哇，咁平！好平啊，係啊，係啊，即係有陣時去旅行咧方便啊，駁個電話嚟咯，咁我自動咁樣影㗎，即係影埋周圍啊，拍照咁樣咯。